Hello， 大家好，又嚟到12生肖，今次我哋講嘅係屬猴嘅朋友。踏入2026丙午馬年，屬猴嘅朋友運勢就似火中煉金一樣，挑戰同埋機會一齊嚟。流年嘅天干丙火同埋地支午火都係火，火勢勁到爆晒棚。而猴嘅五行屬金，撞正火旺之年，正正就係火克金嘅局面。咁即係話呢一年都會有壓力同埋掣肘。不過呢個亦都算係鍛煉自己提升實力嘅關鍵時機。如果你沉得住氣應對，主動求變，就係有機會喺逆境中殺出一條血路，迎嚟生機。逆境喎，係啊，講得坦白啲，今年係麻麻地嘅。好啦，我哋講下事業運。事業8個字，動中求勝，多勞多得。2026屬猴嘅事業上邊呢，都係一個非常奔波勞碌，又多變化，又多端嘅年份。受到驛馬星影響啊，工作環境、崗位或者工作嘅內容咧都會變嘅。咁啊，例如好似要出差、調職、降職，或者要你去做開荒牛、開闢外邊嘅市場，甚至有機會跳槽都得嘅。嗱，呢種動咧係好似一個雙面人咁樣嘅，一方面會帶嚟新嘅發展空間啦，另一方面咧又要承認新嘅環境啦。咁啊，少啲精力都搞唔掂噶。咁啊，打工屬猴嘅人要記住啊，今年咧千祈唔好墨守成規，或者係貪圖安逸，要主動嚟自變化，將壓力變做個動力。面對上司嘅要求同挑戰咧，不妨咧當係一個磨練自己嘅機會。咁人際關係上邊咧低調啲吓，千祈把口啊唔好太鋒利而得罪朋友啊、上司啊、同事啊。咁如果你係創業嘅朋友咧，今年就真係宜動不宜靜嗱，辛苦少少，積極咁樣開拓一啲新嘅市場、新嘅元素，先至會有斬獲啊。但係咧個過程咧絕對唔輕鬆噶。講個財運啦，正財咧都算穩陣，但係支出咧會好多。財運方面啊，2026年屬猴嘅朋友主要都係靠正財，偏財依書直說，完全唔多掂。事實上咁你辛苦付出，咁你有穩定嘅收入，都係好啱嘅。咁人工仲可能你越做得多就越多啦，但係你完全放慢腳步咧就冇噶啦。所以如果你話係自僱人士咧，其實真係要好好咁樣做多啲啊，唔好怕蝕底啊！因為你係好平穩嘅今年，千祈唔好諗住天降橫財或者係靠投資暴富。今年你係唔使旨意噶。火克金嘅局面咧，反映咗喺錢財方面咧係有啲財嚟財去嘅跡象，好易使大咗。因為你嗰啲出 trip 啊、應酬啊、進手啊，或者係各樣嘅開支咧明顯增加嘅，理財上邊所以一定要靠穩陣為主，遠離所有高風險。唔好借錢，唔好同人哋做擔保，仲要提防啊！因為大意而搞到破財，即係好似係抄牌啊，唔見電話、唔見銀包呢啲啊，所以平時咧要多加謹慎留意，記住做好自己開支嘅預算，辛辛苦苦揾翻嚟嘅錢咧，先至可以守得住喎。感情份方面，順逆交姐溝通最重要。今年你嘅起伏會好大，單身嘅朋友咧，驛馬星會帶嚟認識異性嘅機會，尤其是你去旅行啊，或者係新嘅工作環境入邊咧，好容易擦出火花嘅。不過呢啲情緣呢，今年都係多數唔穩定，快嚟快去，所以你要冷靜咁樣觀察，唔好咁容易投入一啲霧水情緣啊，可以講得上。有另一半嘅屬猴嘅人呢，就要好好咁樣保持住個心境開朗啦，因為你會今年工作咧又繁忙啦，又有機會聚少離多啦，咁啊唔好猛整，所以要保持心境嘅平和。咁啊外面嘅壓力咧，千祈咧就唔好帶翻屋企啦。咁啊同伴侶，因為今年都會有機會多咗嗌霎嘅，雙方啊真係要俾啲耐性嘅溝通，同埋互相體諒。我成日強調噶啦吓，咁啊今年最好就係主動咁樣製造一啲共處嘅時間啊，去旅行，可能搞啲聚會啊，咁啊鞏固下大家嘅感情啦。健康方面啊，心火廢金，記得調理健康。對於屬猴喺2026年呢，係最要關注一點嘅。火旺克金，五行入邊呢，面對金應對肺部同埋呼吸系統呢，所以要特別留意嗰啲感冒、咳嗽啊、喉嚨痛啊等等嘅問題啊，空氣差嘅地方避一避開，或者戴翻個口罩。盡量少啲出街啊，就係少啲出去嘅，因為本身我哋香港都可能唔係空氣都已經平時都唔係太好嘅日子噶啦。咁啊，如果有事嘅話，戴多一個口罩係嘛，慎防啲流感啊嗰啲。咁啊，旺盛嘅火氣咧，亦都會令到人啊嘅心火過盛嘅表現咧，可能會暴躁啊，有時猛憎到失眠啊，有時會開口及着你啊，生痱滋咁樣嘅，精神壓力都會好大。咁我
一直都講啊，如果精神壓力大，其實真係要多做運動啦。咁但係有陣時你話我真係唔方便啊，出邊做運動咯，咁點咧？咁咪可能壓住個火，咁我覺得用靜坐嘅方式嚟到釋放壓力都幾好嘅。咁啊，受到天狗嘅空星影響啦，嗱，出去外邊咧，記得要注意交通，係啊，亦都要提防呢個撞到啊、扭傷呢啲意外啊，揸車更加係唔好急躁。呢個丙午火馬年咧，火氣好喎，會有好多嘢係真係一時好似火咁爆出嚟嘅。咁大家要任何嘢，包括防火嗰啲，你哋都要小心啲。總之小心駛得萬年船啊，同埋。雖然屬猴嘅好似2026唔算係太好嘅一個生肖，但係記住，我哋只要沉住氣，慢慢捱過佢，好運都將會嚟嘅。而且有陣時人就好簡單嘅，你好似睇起上嚟唔好運咧，永遠就會突然之間會有突如其來嘅小幸福、小幸運俾你嘅，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咁擔心。好啦，講一講，喂，究竟有咩嘢屬猴嘅加密貨幣咧？係呢一隻ZEC。嗱，呢一隻幣咧喺2025年咧，突然之間喺3幾日就乒鈴嘭啷咁樣衝咗上去。咁其實呢一隻幣當年咧都升到好高嘅，但係後來亦都會跌得非常金㗎，由好似係300幾蚊跌到去30幾蚊。我大概係呢啲咁樣幅度啦。如果有錯，你哋指正我啦。呢隻幣咧喺今年咧無啦啦多達啦，咁其實佢以前啊喺好耐以前佢啱啱上幣嗰陣時咧，好多 KOL 係一致推崇佢嘅。咁近排其實冇乜嘢好實際嘅基本面去推動佢喐嘅。咁喺2026年咧，呢隻幣咧，我覺得大家都係要小心為上啊，因為係刑太歲之年嚟噶。好啦，咁喺度一年12生肖咧，我哋已經講咗11隻啦。咁下一隻咧屬豬嘅朋友要留意啦。咁就最後嘅12生肖肖豬運程好快動上。